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咱主日礼拜已经要来开始，请咱兄弟做伙来唱会前的诗。兄弟将行动电话关机，咱备万恬静的心来听福音钟声。全地着敬畏耶和华，伊若徛起伫世上的，拢着惊伊，因为伊讲出就有，伊命令就徛在。请咱去齐声来吟新圣诗303首，主我要学罗你。我要
请咱犹原徛立，低声用弥赛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关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关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父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借着在圣母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场彼拉多任内为咱得恩世界，受咱来做，这圣经所记载第3日国外上天，他坐伫第3日。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关信守守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正道，同受平等。伊捌读先知讲话，关信一个圣公道、主道的教会。我如果会记到下面。愿意世人都来世活命，阿门。今仔请坐。启应文33，也是诗篇139。请咱兄弟编归新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057页。我可以请咱兄弟来译。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你也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也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会当多闪你。我若落阴间，你也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夜早。暗时亲像日光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尊至大，创造宇宙万物，过去之地，现在之地，永在之地天父上。你是超越时间、空间、全能的爸，永在的爸。阮独独用着谦卑、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你的圣尊名。既然阮目睭所看见，耳孔所听的，无一项毋是出自主你所创造的。
伫万项的恩典中，主对阮上大的恩赐，就是予阮有能力来认捌上主的存在，将阮提升到有份通甲主耶稣基督同制度的地位。山顶的雨正做溪水，养饲溪底内面的鱼鳖。孤单的土地因为有水流过，自然就发草生炭。草木真密的所在，水鸡甲虫蛸就觅在其中。蜡叶规定伫天顶咧飞，就是虫蛸伫地上上密的所在。上主毋但创造万物，养饲万物，还阁伫万物甲万物的中间有神奇奥妙的安排，予万事万项互相结连，照着上主所定着的旨意来行。主透过日出日落，四季的替换，早早显明伊的宽容甲公义。咱所生存的地上，毋是死的、无五望的物理世界，反正是满有恩典、有主掌管、时时固守，是活、真、搁活泼的世界。阮虽然知有神，嘛信世上有神，总是阮的智慧无明。主的神性学得了解，直到阮时常照家己的意思来行。起悬塔拜金牛，亲像盲人伫黑暗中行路，时常跋倒，时常迷失。阮只有借着听经讲道，倾读神的话语，来明白主你的教示。阮时常祈祷，来接近上主，恳求主对阮一切的赦免甲接纳，恳求主开阔阮的心，互阮毋但是伫春天花开的时，满心欢喜来学罗主的创造，嘛会当伫草木孤单落叶的时，诚心感谢主所捌赏赐阮的每一个日出甲日落。恳求主时时警醒阮，互阮伫顺境的时，袂会失去谦卑的心。伊原是用柔顺和睦的态度对待阮的厝边。恳求主坚定阮的信心，伫阮伫逆境的时，伊原对永生的道路袂失去仰望，因为阮知。生命的快乐就是信心、仰望、甲疼痛。原来的感谢、反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救赎我平安。阿门。下面圣歌对献诗，应该要献上2条。第一条是神圣诗331，主啊，求你怜悯我。伫第2条神圣诗228，全地着主上帝。伊这有合唱的部分。请咱兄姐严咪伫第2首有看这边有合唱的时阵，咱看指挥的手势，对着来合唱。
咱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3章第1至第10节。请兄弟点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新约第264页，或者是台语汉语本新约第136页。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来读《使徒行传》3章第1至第10节。有一日下晡时3點祈禱的時間，彼得甲約翰上聖殿，有一個出世骹就歹的人，逐日互人關來下佇聖殿迄個叫做水門的門口。當對入聖殿的人求起，伊一個看到彼得甲約翰要入去聖殿，就求因死下。彼得甲約翰注目甲伊看，彼得對伊講：看阮。伊就注神看因，看會當對因得到啥物？彼得對伊講：經文我攏無，我將我所有的互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起來行。然後彼得牽伊的正手，甲伊扶起來，伊的骹甲骹肉隨時有力，就跳起來得行，閣行，甲因做伙進入聖殿，哪行哪跳，哪學羅上帝。眾人看到伊哪行哪頌讚上帝，閣認得伊是平常坐佇水門的門口咧求乞迄個人，就對伊身上所發生的代志感覺真奇怪，又驚。聖經讀到這。下面咱請李明準牧師為咱來證道，伊今日要證道的題目是：你倚靠啥物？咱各位導引教會兄弟姊妹中職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謝上帝，今日是這個新竹聖學院的這個奉獻主日所以受聖經學院安排會通來到咱導引教會。甲咱來分享上帝信息，互咱三個關心佇聖經學院的事工，這是真難得的事嘛。感謝上帝，伊的引帶帶領甲保守。我會記得佇我頂一擺來咱導引教會的時陣是10幾年前，真久迄邊就是因為我定是潭子教會牧會，阮的教會為着建堂所以就是經費的欠缺，所以嘛講會去幾間教會來募款阮當時無用中會申請，甲中會70幾間教會募款，阮只有講無咱逐個做中職嘛愛帶頭嘛所以當時阮的教會一個長老，嘛即賣長老黃定東長老，咱這個丁科長老的哥哥啦伊就講無來阮導引教會啦，舞會來募款安尼可能至少嘛看一下面子嘛會通離我無夠有啦。另外當然我家己做牧者嘛有我2遍，等於我的舞會分輪配教會遐來募款。
另外一边是甲台南一个阮的接触的教会吼，新路教会遐无款，阮只有去这三间教会无款啊遐吼，其他就是阮靠家己的气力，大家认真奉献祈祷上帝嘛引带感动真侪兄弟姊妹，为着阮的建堂的圣工来努力，真感谢上帝咱敦教10几年前关心伫阮潭子教会建堂的这个圣工吼。我会记哩迄边阮来遮，我讲到以外，我嘛有早一个预备品吼，伫楼骹伫遐摆吼，我问讲大家加减预备品嘛通帮衬教会啦吼，这物件收入，我记哩迄边印象真深，是咱的一个长老甲我讲，牧师啊，恁今早预备品吼，拢免早顿，拢免早顿去，阮拢总甲恁吸收啦吼，安尼，我不止感动，我真正阮早真侪物件来吼，结果。拢无早顿，遐就是咱的团契吼，是教会甲阮安尼奉献啦吼，就甲阮帮赞吼，真感谢上帝会听通。今日差不多这个17年前吼，阮潭子教会嘛已经建堂起来吼，所以咱当时奉献这个金钱吼，毋是讲等咧迄个大海冻结就无去啊吼，今日一间教会吼，新的教会起伫潭子的所在吼，所以咱若对北屯要去。丰原行即个中山路吼，会看到伫要往潭子迄个所在，以前阮区公所，即摆区公所刷走吼，咱会通看到倒手边一间较新教会啦吼，就是潭子基督长老教会。我毋敢讲起了偌水啦吼，至少有新教会啦吼。咱的兄弟团契几年前嘛要去遐参观吼，期待咱兄弟姊妹若有机会对遐经过，还是讲拄有代志去礼拜伫遐。欢迎来潭子教会来礼拜吼，嘛参观伫恁所奉献的教会，恁所奉献的教会有份啦，恁奉献有份的这个教会，所以我真感谢上帝，咱上帝听内面，咱有无相通，咱互相来帮赞，这拢要得到上帝的纪念，因为上帝话甲咱讲，你著彼此相听，你若彼此相听，众人就知恁是我的什么学生啦吼，对，咱是上帝学生，耶稣基督学生，有什么记号？听就是这个记号啦吼，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前辈，伊讲一句我听了不止感动，嘛不止来得到提醒。基督徒有一张听的身份证，但基督徒拢有一张听的身份证，但可惜真侪基督徒提袂出来，所以就互咱真大一个试炼吼，真个试探。基督徒听的身份证，咱拢知影，上帝听咱，耶稣听咱，但是啥物？咱有当时提袂出来这个身份证，那呢，咱真正实在是爱伫上帝面前吼，求上帝怜悯甲赦免吼。当然知影，听是咱教会的见证，嘛是耶稣基督，互咱的一个真水的一个教示。伊家己做互咱看，嘛教咱怎样彼此相听。所以今日圣经行业这个主日我嘛真欢喜。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有机会为了圣经行业来募款，我嘛感觉非常的好。等下我讲一个见证，互咱了解吼，圣学院对我的这个帮助。当然，要这个要讲道进前吼，咱爱有看一个影片来了解圣学院的这个，即摆咧做事工，咱较了解吼。接续牧师的这个讲道吼，咱这个时阵咱先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神的感动、引带甲带领。互阮伫清早的时，无因为天气无好落雨，阮就来伫阮的家庭，阮就互阮的骹、互阮的手来受到所束缚。主，阮感谢你，互阮赢过这个气候的阻挡。你的神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而且阮来敬拜你。主啊，我们领受你话命话，成做阮灵性的美牛。愿上帝你的神伫这个所在掌权保守，帮助你罗卜所偷放的信息。互讲甲听的，拢平平对上帝来得到帮助，对你的灵来得到启示，得到安慰，得到警醒。主，阮也将阮领受上帝的时间，也关心圣行的时间，拢总交托。愿主保守、看顾、祝福，祈祷感恩伫你的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互咱这个时阵吼，来看这个影片吼，圣行用这个影片，咱做来看吼，了解这个。感谢上帝的保守，
咱圣经学院用圣经真理做基础，为牧者甲教会同工提供教育的装备。咱的课程帮助兄弟经历医治甲成长。针对牧者同工提供灵修甲进修，传教者平常无闲服侍，所以更加需要静修。咱学院的课程设计真侪款，有圣经释义、讲道、牧养关顾、宣教、牧者的自我认识，甲灵命的成长，通过讲师甲学习者的互动。帮助每一位同工重新得到悔改的心志，衷心回应主上帝所交托的使命。针对信徒甲上帝的关系，学院有设计无相款的基督教灵性课程甲工作坊，深化丰富灵命的旅程。比如举办生态灵修体验营，邀请英国的布勒斯教授。引带咱探讨后疫情时代如何关心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举办第一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主题是福道福音现场。伫当代基督教艺术工作坊，邀请基督徒艺术家分享，伫日常生活中用艺术表现对信仰的敬虔。咱有规划4个艺术类型的展览空间，引带参加的人福道福音的现场，甲家己对话，完成一幕心灵艺术的信仰展现。牧者高峰会议，邀请全国的牧长来到新竹市的高峰路，将牧养当做一段温度训练的旅程。当体会到陪伴对象哪侪，所需要的策略也哪侪。伫这个不断变动的世代，伫第一线牧养甲信仰的教育者，会搁较努力敲找甲使用各种方法甲工具，期待搁较有系统、有深度来服侍。针对教会需要，设计深度灵性课程甲工作坊，也负责课程的内容、带领甲专题演讲。欢迎有需要的协助的教会也是机构，将恁的期待对阮讲，重新规划培育课程甲活动，通过具体服务迈向原理的旨意伫正。伫咱的教会，亲像伫天里。未来媒体空间继续更新，互空间搁较活泼，一步一步改造原有的建物，符合现代化，搁较有信仰意涵的空间，互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的水真实。伫媒体的设备，疫情了后，有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到圣经学院使用各种的空间，举办活动，直接大甲食。学院的餐厅提供4柜各种的菜色美味，互上帝的子儿同坐倒，共同饮食，做伙享受上帝的恩典。邀请你透早伫校园散步，亲自感受日头的光、土地的青翠、开的花，体验造物主的美好创造。圣经学院的时间是上帝美丽的时间，伫遮会使甲上帝相拄。邀请你甲我用奉献来参与圣经学院的时间，继续为着圣经学院关心大道奉献，感谢。
好，这以上就是咱的圣学院所录制吼，今年度因的这个互咱了解的这个影片为院长，院长吼，遮来来简单来讲吼。我想咱了解圣学院是咱总会属下的这个学院啦吼。咱总会属下有台南圣学院、台湾圣学院、玉山圣学院，这三个圣学院专主要训练传教者吼，就是牧师两个啦吼，以后训练做来长老不做教会传道吼，做牧者。圣学院以前较属于这个信徒的这个训练甲培育吼，咱的信徒嘛需要受造就吼，咱的中级嘛需要受造就，所以圣学院以前因有强调这个中级的训练，因为以前嘛有收学生，这是差不多大学部有音乐系啦吼，还是讲这个视工系等等，总是因为咱即摆这个大学已经真普遍。所以咱的这个圣学院就转型吼，真侪互传教者会通伫遐来灵修静修安静，咱的信徒会通伫遐来受造就，咱的中级训练，也是讲团契训练，也是讲伫遐办营会，来得到真好的这个充电啦吼。所以这是圣学院咧做真要紧的事工。伊今年度因大概预算还阁需要6700万的这个经费，所以圣学院是咱总会所设的吼，毋是教育部所立案的吼，所以讲伊的经费拢需要咱全台湾的教会兄弟来关心大道甲奉献，毋望大家会通关心即个圣学院。而且我们要来讲起圣学院甲我的一个即个关系啦吼，一个我所经历到上帝恩典。我会记哩圣学院进前伫即个寒假、暑假拢会办即个现代文道的即个训练。我记得我以前参加是第三届这个现代文道训练，应该是咱总会青年事工所办的吼。我参加这个训练会，其中就熟悉到咱道恩教会出身的吼，咱的这个志良长的哥哥啦，尤志祥牧师吼，尤志祥牧师，阮伫这个现代文道训练的中间来熟悉，嘛真正非常缘分啦，甲非常缘分吼。迄个阮当时伫圣学院。这个现代文道训练熟悉了后，后来阮转去家己的所在吼，伊伫伊学校吼，因为这个专科学校有成立基督徒团契，我伫另外一间二专嘛有这个基督徒团契，阮两个团契，因为阮两个熟悉，就来办联谊的活动吼，大家就互相亲密，彼此来关心吼。后来咱的这个志祥牧师吼，伊就做兵吼，我嘛是甲伊同款吼，因为阮差3礼拜，竟然同一个部队啦吼。总是步兵，我是炮兵吼。后来讲对台湾，佮移防到是澎湖去吼，移防到是澎湖，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有当时拄着伊甲我讲，迄个我想要考圣学院呢。我你要考圣学院哦，你真好啊！我嘛有一个感动，要来考圣学院呢。伊讲好啊，咱拢来服侍上帝吼。我感觉这尤其上牧师真正有真水的这个信仰吼。伫澎湖伊早我3礼拜退伍，我慢伊3礼拜退伍。但是我就慢你一届，圣学院慢你一届吼。因为都伊7月退伍，我8月退伍。伊退伍的时候，都圣学院要考试啦吼。我退伍的时候，圣学院已经考了啊。所以吼，迄阵就是都无甲伊做考圣学院。但是感谢上帝，我办1年了后，嘛同款考台南圣学院。后来阮伫圣学院内面真做真好的即个学弟啦吼，学长即个同工。后来我嘛伫福音团做真好的即个侍奉吼。到你来出来教会服侍，所以真感谢上帝伫圣学院吼，互阮来熟悉到真好的即个同工。另外一个嘛是咱道恩教会有关吼，咱的即个丁科长的哥哥吼，黄叮当长老，正为阮教会做长老。当时我伫二专读册时阵，我是迄个学长，阮有组一个基督徒团契，我是迄届即个会长。咱的即个叮当长老是我接续下面迄届会长吼。阮读二专甲咱2年啦吼，1年新生，2年毕业生吼，迄个压力嘛真大吼。大家拼功课，今日讲你若二专读无变3专吼，所以大家拢真认真功课。但是伫信仰的顶面，我嘛互相相敬吼。透早拢伫学校的即个教室遐灵修祈祷，安尼互相敬吼。迄种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啦吼。总是毕业了后，我去做兵，后来去工作，后来读圣学院等等，差不多经过要20年，拢捌去拄着即个黄长老。最想袂到，我伫潭子教会咧牧会时阵吼，有一遍，阮就回友讲，甲一个因厝边讲，你真久无去教会啊呢？你嘛来教会礼拜？伊讲教会礼拜，我捌去信教会啊，但是我感觉袂下。你系阮长老教会啦，阮长老教会即摆牧师是李明准牧师啦。
你看李明俊牧师哦，有影无影，这个名清晰啊，都学长啊吼，啊尾会甲我讲，有一厝边叫做黄丁洞吼，伊是迄个基督徒吼，伊后礼拜要来咱教会啊，黄丁洞哦，我听到这个名就讲安尼10个吼，可能走袂去啊吼，一定是伊的啦吼，真正伊来的时阵，逐个礼拜就看到伊吼，看到我吼，非常欢喜吼，20几年无见面，逐个人佫恢复迄种。伫上帝厅内面，迄个学校团契，迄种甜蜜啦吼。后来，即个黄丁东兄弟吼，拄时也未做中集，就是阮坛主来礼拜，后来做执事，后来诚做长老，正话诚做阮即个坛主教会长老吼，真好即个同工吼。所以咱看就是讲，上帝厅引带，互咱伫无共款的所在，拄着无共款的人，一段时间了后，咱人去做伙，咱也共款的信仰，迄种的听，迄个亲密的关系，真正是。甲外口迄种无共款啦吼。你信仰伊迄个现代本土训练，我讲一个见证吼。迄训练排真暗，早吼早到了，就爱开始礼拜了，就训练分组，食日中昼吼，休1点钟就开始佫开始佫上课等等。爱佫培灵会啦吼。培灵会了，佫食一个热豆汤吼，已经10点外吼。所以转去洗一下身躯吼。倒咧眠床吼，免3分钟就困去啊吼。我会记得伫迄个房间的中间是2个顶下铺啦吼，顶下铺上下铺。迄间房间都摆2个人吼，我甲另外一个高雄德安门教会一个青年吼，我袂记得伊的名，但是我会记得伊的教会德安门啦，这个名真特别吼。阮2个我困下面嘛吼，就大家熟悉，就伫遐真欢喜，伫遐讲话了就吼，大家就休困。热天寒天的款吼，像我困到半暝吼，我已经安尼昏昏气气啊吼，用已经昏昏死死起来，都困到用要毋知民国几年吼，忽然间听一个大声的声我喘一下讲什么大声，讲啦什么大声代志，目睭白金，我偌呾惨啊！规个迄个房间拢是烟啦，拢是烟，叫我看伊的被吼，因为迄个放啊粉吼，闻着吼，规拢倒起来。规个被拢红色的，粉蓬蓬吼。伊大先发现啊，伊的被溜落去互即个网粉印着吼，规个来烧起来。好，我看就紧来爬起来，大声喊咯，宿舍人拢走来，紧来泼水啦吼，紧来甲即个火甲拍花吼。舞个半点钟哦，即个棉被吼，才拢总打去然后。大惊着嘛！你袂使去教，真正无法度教。所以即个棉被就可能阮的走廊的地方摕一条茶椅啊，放伫面顶吼。安尼就较安全嘛吼。你困的嘛，打我嘛打吼。大家拢转去困。想要到经过半点钟以后，阮即个隔壁厝边佫嗌一声火烧厝啊啦吼！我喘一下讲火烧厝，叫目睭就爬起吼，我真正是惊一个吼。迄个棉被规个拢倒起来，拢倒火起来哦，倒甲浸到迄个天棚哦。规迄个椅仔拢叫烧甲变臭的垃去啊！我惊一个讲，安尼是安什么代志安尼？火烧厝真正这毋是咧做民梦呢，紧来安尼好，佫看，逐个人佫撞来吼，好，紧来摕水啦，摕啥，甲这个棉被吼，紧该用个看，因为有火屎，火屎伫个棉被内面，咱毋知影，伫咧中风吹到尾就引起来，规倒火起来。后来惊着讲，即个被毋好摕咧咱即个所在，摕去浴室，甲浸咧水底吼，安尼较稳啊吼。感谢上帝吼，一暝2遍的即个火灾吼，毋是我大声醒起来，我厝边甲我救起来，若毋是上帝怜悯吼，今仔日我已经无伫即个所在吼，有人拄着一遍就无去啊吼，上帝保守啦吼，我有2遍伊保守我的活命吼，所以后来我要读神学院，我献心要读神学院，其实即点也是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因素，有影上帝来照顾咱。咱的活命是伫上帝手。我上感觉讲，你若要考神学院吼，拢会经过一关什么学即个笔试以外，经过面试啦吼。教授会甲你问讲，你为什么读神学院？你来讲为什么读神学院？话讲我若讲甲我献的啦吼，献心，我若讲叫我来读的吼，阮牧师叫我来读的吼。安尼，迄个老师会讲，无你倒去想看卖再过来吼。有真侪人伊献身，毋知影讲，就阿公替我献身的，就老爸替我献身，我牧师叫我来。伊无体验到即个上帝呼召，若无体验上帝呼召的时阵，即读神人拢读袂久哦。若读个毕业，当时无会嘛，一段时间就无去啊。真正要读神学院，要有上帝呼召，无即条路真正真歹行。
真歹行啊！所以伫即个所在，我去读圣来吼，我讲我的经历，我受到上帝引带带领，当然这是真实的吼。我当然伫遐顺时来考到圣来，当时我也感谢上帝，伊若毋是伊怜悯甲保守，就无今仔日的我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要读圣来的人有一个真大的体会，阮的同嘛共款。上帝大的体会是啥物？上帝呼召啊！上帝呼召是啥物？上帝呼召是你的生命伫世间有偌久？780年久，890年久。啊，你的生命上较有意义的是啥物？是趁钱吗？是做教授吗？是住好厝吗？是食清闲拢毋免烦恼安尼若定吗？人的生命毋是安尼若定。吼，耶稣嘛甲咱讲，人的生命不在于所积聚的丰盛啦。你的生命伫什么人的手？伫上帝的手，毋是咱的手。上帝时若到，你着爱拜安尼吼，你爱见上帝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咱知影讲，人的世间的生命是真有限的。啊！伫人世间有限的生命中间，你爱留落什么上介好？哦，我来留落名声，我留落地位，我留落财产，有影某纪念病院啦，吼，某纪念即个图书馆，拢会使。但上介重要是什么？你所做的有互上帝纪念啊无？你所做有上帝纪念啊无？这是重点。所以什么是要互上帝纪念？启示录。讲，甲咱互咱一个真大的警醒吼！我有遐个别性拢会讲即个启示录，其中有一句，咱知影，什么物件咱将来早会去啊？吼，将来咱去见上帝时，什么物件你早会去啊？你的金银财宝、你的股票、你的什么 ETF， 敢早会去？房地产早会去？豪宅早会去无？拢总早袂去。先甲咱讲，咱出世双手空空，转去嘛是双手空空，敢毋是？但有一项物件你早会去。你讲我这就是我本身早会去啊？毋是，你本身以外佫讲物件是啥？你为上帝所做的工，要对你到上帝面前。留兄弟姊妹，咱有想着无？咱有限的生命中间，咱为上帝所做的工，要对咱到上帝面前。所以留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见上帝时阵，咱就做什么？你为了上帝所做的工，要对你到上帝面前。所以要做一个牧者，就是上想到这项。若是我为了上帝所做的工是上意义的，安尼我要奉献我本身，我的气力、我的少年、我的体力、我的才调，奉献给上帝，敢毋是？所以这是一个牧者上大一个对上帝回应、呼召回应。上帝呼召你来跟对我，你来跟对我。有当时咱可能原不定，逐个人拢做牧者吼，总是上帝呼召伫你的心上。无事别人讲，你为着上帝所做的工，要对你到上帝面前。毋通咱拢无论你几岁，拢将这个话记牢伫这个启示录所讲。那今日咱倒转来这个主题啦吼，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挖靠什么？你挖靠什么？伫这个圣经的内面我想这是咱真实的圣经吼，总是嘛是有真要紧的启示伫内面。咱知影，当主耶稣互掠互拍受苦，结果甲钉入十字架，迄个时阵吼，伊的11个学生吼，日头赤影影，虽然顾性命，走甲无看影，敢若迄个上勇敢的彼得啦吼，伊安尼偷安尼对耶稣。红掠的吼，迄个到伫大祭司的即个伊大即个所在吼，伊甲遮个外口的坐伫埕咧行会人做伙伫卖迄个所在，秘气，惊讲人认出伊是耶稣学生，要看耶稣，毋知即马怎样吼，伊嘛有关心嘛吼，总是咱知影讲，彼得短时间几遍认主，3遍认主啦吼，其实最后一遍就抓讲，我甲迄个人田无够水无流，我绝对毋捌伊。正甲咱讲，当耶稣目头看彼得的时阵，彼得看耶稣的眼神的时阵，伊就怎啊？嘴外边大声啼哭。总是咱看起这个彼得，当后来伊亲身经验到主耶稣过来了后，伊看到伊的主、伊的老师对死过来了后，耶稣互因的命令，你着到普天的陀罗因来召1万百姓做我学生。
后来主耶稣甲学生做伙，一段时间了后，伫山顶伊来上天，这份上天。这学生伫耶路撒冷等，耶稣讲：恁耶路撒冷等，伫五旬节时阵，耶稣要找见恁保惠师啦，就圣神来到恁这个所在。最当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充满这信徒的时阵，这使徒的时阵，因逐个人拢变做另外一个人。本来惊吓，那流浪狗无主人的狗共款，秘气的，竟勇敢行街头，踏入圣殿来见证主耶稣是上帝所赐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的救主，恁甲因定死的十字架顶，所以上帝予伊第三日对死过活，所以恁就悔改来信耶稣基督，伊是咱的救主。耶稣以前讲拿撒勒人耶稣，当时已经成做耶稣基督，伊是弥赛亚，伊是对死过活的这个救主。所以咱就看讲，迄个改变伫倒位？为什么人对惊吓，日头赤吓，虽然顾性命，会通变做迄种勇敢，唔惊死，向掠去拍？虽然嘛讲耶稣是主，互恐吓讲你袂使去传啊，出去嘛共款传。为什么？因亲身经验着过爱耶稣，然后伊本身个得到什么？圣神充满的这个气力。做人时啊，咱咧讲迄个圣神充满，就我外口牌讲你会讲方言，讲一个人拢听无的吼。这当然是咱不管伊是真还是假，当时我要讲圣神上大的见证什么？互你变做一个勇敢见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是救主的这人。圣神的同在充满是要改变你的人，成做一个甲上帝同行的人。所以伫这个《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甲第10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咧记载有一遍彼得、约翰去圣殿。拄着一个出世就摆骹的人，这个人出世就摆骹所以刚才当伫什么所在？伫圣殿这个水门的这个门口来求乞当然，咱就知影，即个菜市啊嘛有真侪人目睭青眉啦摆骹啦，拢来讲做乞食，伫遐求讲咱好心的人阿伯阿姆会通甲我救济一下摕一寡钱来帮助我。迄个时阵嘛共款，因为这个人出世就摆骹。所以有上班无？无法度啊！连行路无法度，他有可能上班所以只有大人要怎样生活？就去这个圣殿的门口靠人去圣殿做咧，好疼心所以伫遮毋茫讲人家伊真济。伊伫迄个所在等，现在圣经讲伊拄着什么？拄着彼得甲约翰，因嘛要入去圣殿，伊要入去圣殿彼得看到这个摆骹倒伫遐的人。就甲讲啦，看阮，看阮，还是讲你看我，看这个去食时讲，你看我，安尼是叫我看伊安尼这个人是毋是要摕什么物件互我以前来敢甲伊讲看我的人，拢是大出手的拢一边拢是真大笔的拢做钱的人结果这个去店来想讲，你叫我看你，安尼表示讲，你可能大出手我骨若张这个1000块的当时想要到彼得讲什么？金银我拢无，你若是去食，你若想讲你毋是甲装笑的叫我看你，就毋茫讲摕到较济钱，叫你讲你无银两啦你无钱啦哪你看你要做什么？伊可能想你嘛无啥，你可能嘛无钱的人啦可能你敢若摕几碟饼互我啦还是讲甲你的衫互我穿安尼若定？伊想讲都无钱钱上好都无无敢有啥较好。当时咱继续看，比如讲我将我所有互你，我要将我所有互你。你去食可能想讲你要互我啥物？金银你都无有是饼甲这个几领衫尔，佫有啥物？所以咱继续看，比如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命令你起来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命令你起来行，就牵这人的手，甲伊扶起来。奇妙神也了发生。伊甲这个去食牵起来的时阵，伊的骹目甲伊的骹随时变做气力。骹目变做气力，骹嘛有气力，伊就会行会
会跳，会即个啥会徛，表示啥？伊的骹已经好啊。伊我都行会通丢跳啊，然后甲彼得做伙入圣殿，哪跳哪行，学罗上帝。这是即个圣经所咱看到，咱看见。即圣经甲咱讲，彼得虽然伊无摕银两啦吼，无摕真侪钱互你来去食，但是又上介好互你去食，有哦，又将上介好互你去食三项。第一项咧讲啥物？伊医好即个去食的骹，互伊的骹好起来，会行会走会跑。第二项，伊互即个去食骹好起来了后，啥物？伊以后爱搁做去食无？毋免搁做去食，伊骹就好起来，人去上班工作趁钱啊。第三点，彼得对即个去食做有啥物？就是互伊会通入去圣殿来敬拜上帝。你当时的社会一个摆骹破相，还是讲残障的人，你袂使入去圣殿敬拜上帝哦。你伫圣殿门口，人就该动起来，袂使入去。你是五不全你无资格去敬拜上帝。即个去食，敢若咱看人去圣殿敬拜上欢喜佫出来，但是伊拢无法度踏入去即个圣殿。但是彼得已经甲伊拍开即个门啊，伊会通入去圣殿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即个去食得到彼得互伊即个三项的即个祝福，真正是有比钱啊好无？有啊！所以咱对即个圣经，互咱来思考几项。第一项是我靠耶稣基督名，也是我靠耶稣基督。彼得是我靠耶稣基督名，也是我靠耶稣基督，互即个去食好起来。咱来想，伫《使徒行传》19章13节到16节，即个圣经在内面所以有当时咱普通是歹读圣经啦咱若咧礼拜上好歹查圣经知影讲这牧师讲啊对，有当时毋是咱的经济以外《使徒行传》19章第13节到第16节记载讲有一遍，有几人行江湖咧赶鬼犹太人，行讲咧赶鬼犹太人，伊嘛想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来接迄个互舍身负身的人因为想讲迄彼得迄个保罗因讲奉耶稣基督名这舍身就走出去啊真好用伊嘛想讲人来试看卖咧嘿，所以一遍真正因这个行江湖的这犹太人因靠这个行社出来趁钱啦伊就想讲安尼我嘛来有样看样嘛我嘛来互彼得学这个保罗讲奉耶稣基督名要甲这个舍身赶出去伊讲啦，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命你出去对一个活舍身有些人讲，我奉保罗所传迄个耶稣基督的名命你出去。对咱讲的是啥物？想要讲迄个舍身负身的人，这个舍身的内面嘛，伊讲啦，耶稣我捌，保罗我嘛捌，但是恁咧，恁是啥物人？耶稣我捌，保罗我嘛捌，但是恁咧，恁这人恁是啥物人？所以表示啥物？舍身无咧惊伊，不但安尼，即个舍身负身的人就前往去攻击迄个行江湖的这犹太人，甲因制压，互因受伤，规身躯安尼赤身裸体对迄间厝来逃走。所以留下你姊妹，使徒行传19章11节到16节，你甲咱讲是啥物？咱讲伊这行江湖赶鬼犹太人。因想讲，保罗彼得伊讲我奉耶稣基督名，我就法度来行神业来共赶鬼所以伊嘛想要有样看样来学看卖咧啦伊嘛要想过甲即个保罗彼得共款要奉耶稣基督名来行神业来赶鬼，但结果无法度无法度，不但无法度，颠倒即个鬼附身的人，甲伊刺倒，甲伊拍甲规身躯乌青银灰赤身裸体，真狼狽来走。所以，正咱来想，为什么安尼？咱有想到无？为什么安尼？我讲答，因为这行江湖的犹太人，因敢若知影耶稣基督名，但是因毋捌耶稣基督，安听有无？就这行江湖的犹太人，因敢若捌耶稣基督名啦但是因毋捌耶稣基督，所以无怪因无气人。伊敢知即个名啦但毋知即个名头前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所以咱
今日做基督徒，咱嘛千万毋通将耶稣基督名当做他宗教迄种吹胡念咒的即个用途啦吼。就讲我甲耶稣基督名念7遍，我就有法力啦吼，这是错误的。留兄弟姊妹，只有咱认捌耶稣基督，咱才有迄个气力。你若敢把迄个名吼无路用。不然咱看去彼得行神者，以后即个摆假去食了后，咱了解讲伊的气力对倒位来？伊的气力对倒位来？吼，就是对，毋是对彼得家己来啦。那对彼得家己早就走啊无反应吼，是对耶稣基督来。因为彼得拄着国外的主耶稣基督，你五孙这嘛经过圣神的充满，所以国外主耶稣有通过伊的圣神进入彼得的心内。所以彼得就有气力来迎神者医师，来为上帝做见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咱来明白，是主耶稣基督有气力，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神有气力，毋是耶稣基督这个名啦吼，这个名有气力。所以，咱爱知影，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做一个基督徒遐久，但是咱是毋是有互主耶稣基督国外生命伫咱的心内也无？吼，咱有互主耶稣的迄个稳定的灵感动伫咱的心中也无？咱信上帝，毋是干那信咧头壳，信咧头壳无路用，爱信伫你的心灵内面。吼，所以耶稣嘛讲，敬拜上帝用啥物？用灵用诚实来敬拜啦。毋成你伫你头壳来敬拜，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现在咱就要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对伊的话得到启示。认捌咱毋是要追求耶稣基督这个名，咱才认捌这个耶稣基督，互伊的生命伫咱的灵的内面来解换咱，来帮助咱。所以这段圣经站就互咱学习一项什么？咱就专心倚靠主耶稣，赢过一切。爱专心倚靠主耶稣，赢过一切。诗篇117篇第1节甲第2节，哦，这嘛真好的诗篇啦吼，咱已经真熟，课文嘛定咧读。诗篇117篇第1节甲第2节讲，主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的人就空空着我；声笛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固守的人就空空惊醒，对无？这句话，互咱真大的一个帮助吼。人外敖，你无外敖，你所做若毋是上帝甲你固守，上帝甲你束缚，最后拢变作空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咱台湾教会，咱的信徒，咱可能金银咱就担保啦吼，但是啥物？咱欠过啥物？咱欠过主耶稣基督迄个气力。因为咱无主耶稣基督迄个气力，所以咱就无度来为主耶稣做啥物大的见证。啊，为什么安尼呢？你讲牧师啊，为什么安尼？我要甲恁讲，因为真济信徒是啥物？是基督教徒，毋是基督徒。哦，这嘛无共款啊！你讲啊，信徒是基督徒，甲基督教徒有啥无共款？咱一般吼，人也做你要公务人员吼，是讲要去报名调查吼，你是信什么教？我基督教，哦，后是你是天主教，你是道教，你不教，因为讲哦，你是基督教，你是基督教徒。啊！你不教，你不教徒；啊，你是你道教，道教徒；哦，天主教，天主教徒，敢毋是？那我要安讲，咱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徒，无共款。我要讲，毋是即一般社会即个调查迄个表啦吼。基督教徒重点是啥物？教之字啦，教之字吼。基督教伊重点是即个教之字。即个信徒就是讲宗教拢是劝善的啦吼，哦，当好的宗教、四正宗教拢嘛劝善的，啊无若你讲做歹的，当然早就去用政府该处理吼。宗教拢嘛劝善，咱嘛知影吼，伊嘛啊基督教嘛劝善的啦吼。啊然后啊上帝啦，啊上帝有求必应的神啦吼。啊，咱做礼拜咧求上帝吼，我平安啦，我健康啦吼，我发财啦，我长岁寿啦吼。啊上帝拢满足我吼，我有啥物欠过求上帝都互我。有求必应，上帝爱满足咱的需要，毋是咱满足上帝的需要。做一个信仰的这个前辈嘛讲起，真个基督徒，伊无要军队上帝，叫上帝来军队伊，
伊无要听上帝话，叫上帝来听伊话。刘兄弟姊妹，咱就是这种的，这个心态吼。上帝有求必应，上帝爱照我的需要来甲我满足，安尼我就甲你奉献，我就甲你做礼拜。第三种基督教徒的想法啊，信基督教较有水准啦。我咧讲咧美国吼、欧洲啦吼，礼拜等较济，咱嘛是信基督教。哦，所以信基督教吼，去外国吼较一样啦。我咧讲，我嘛是基督徒咧，我嘛是甲你共款阿面的咧吼。第四样是啥物？传统的基督徒，伊是讲啥啊？阮对阮阿公吼，阮阿祖吼，阮爸爸吼，就是拢信耶稣的啦吼。所以我嘛是信耶稣啊吼。这是啥物？这是野乡对白的信徒啊。毋是你老爸、你阿公、你阿祖是基督徒，啊，你就将来得救咧？无咧。信仰是可违团的啦吼，毋是咧讲这个履历啦。信仰是看你甲上帝迄个关系啦。哦，你若无甲上帝建立迄个生命的关系，结果你老爸是牧师吼，啊，你若讲是啥物伟大即个教会即个创设者吼，嘛对你来讲无路用。以前咱的教界吼，对那阵时啊，即摆看你听哩，总是我听了嘛非常有感觉。以前教界利用一句话讲啦：一代兴，二代兴，三代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行踪不明，六代我将归处平。你讲伊啥物？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因为信仰是遗传的嘛。一代哦真兴哦，我第一代信主好真热心，第二代哦伊嘛是这个鼓励咱拢来做礼拜。啊第三代啊，你请我无用啊吼，啊我上班来，我啥物来应酬交陪趁钱啦吼。啊，过来就是行踪不明啊啦吼，啊毋知走去倒位去啦。啊，最后你拄着的是吼，因兜顶规厝拢拜偶像。有即个信徒无？我要讲有哦。以前啊，我看一个电视吼，咧报讲一个警察抓到一个倒犯啦吼，即嘛重犯咯。我看到伊名吼，我才说啊海头吼，伊名叫约伯是基督徒的名无？基督徒所号的无？当然嘛是啊。我歹势讲伊姓啦，讲姓真就毋好吼。伊名叫约伯，叫走警察局犯即个真大案件。啊，有一个我咧做兵的时候，一个我的兵仔伴，伊是雅各，吼，姓我唔爱讲，雅各。伊甲讲，李班长，我是基督徒呢。我知道你的名字雅各，就是圣经的名字。对，我是基督徒呢。名老爸老母该好，雅各敢真好的名。叫啥物？7月半吼，伊是厨房的班长啦，带迄个班兵吼，伫个厨房迄个门口吼，咧烧金拜拜啦吼。我看一个实是，毋知要安怎讲。雅各吼，一个班长，伊讲伊是基督徒，叫7月半，共阮带遐班兵咧烧金拜拜。啊，无一个，这个较特别的吼，伊的名叫做朱温啦吼，朱温。10月9日是基督徒嘛，对，主的恩典嘛，有的是做牧师的嘛吼。阮做兵也拄着一个，结果上吼，规喙拢是即个啥，薄槟榔的啦吼，啊食薰的啦吼，然后出即个规喙合嘴拢32斤的啦吼。伊是军官嘛，阮是咧受训的，即个班长尔吼，我嘛害头。主恩的，主的恩典，结果讲出来拢是迄种32斤，拢食槟榔即个食薰即种吼。我这敢是？我讲啊，你若知老爸甲你号即个名，安尼你敢真正会当见证上帝，见证你的主？因为我来插你，反正你名是爸母号，跟我无意思，跟我无关系啦。所以留下来即摆，咱若是基督教徒，就安尼啊，咱才是教徒。你若讲这里基督教徒，重点即个教即字吼，哪呢？我要你讲，耶稣基督是个教主。耶稣基督是个教主，啊，甲一般民间宗教即个信仰嘛共款，对无？耶稣基督是个教主，若定，总是咱若是基督徒，吼，基督徒咱就无共款，因为咱若是基督徒，耶稣基督要将做咱的救主，吼，迄就无共款，教主甲救主无共款，吼。基督徒重点是头前迄两字基督，耶稣基督，一个基督徒是将做耶稣基督门徒。一个小基督，会真正要来军队主耶稣基督人，有经验到耶稣基督迄种的国我的气力，有经验到上帝圣神伫心中的感动，甲因带伊欢喜奉献伊本身来军队上帝。无论今日食好食歹，伊今日身体用身体人，
伊拢欢喜来信靠这个主哦。这种对心灵内面甲上帝信仰的这个连结，才真正基督徒啦。因为知影上帝会听，伊知耶稣基督是个救主，伊知影倒伫病床啦吼，医生讲你阵3个月，伊嘛真勇敢咧，真好啊，哎好就继续来做工嘛吼。啊，那就讲袂当好，就安那，咱就来见上帝嘛吼。有啥物通烦恼咧吼？伊真确信伊会当去见上帝啦。刘兄弟姊妹，咱有这个确信啊无？你有确信讲，你若目睭开去了后，骹准直了，你会当去见上帝无？咱来问哦，问咱家己哦。所以咱若真正做一个基督徒，咱是啥物？咱爱用咱的心灵来信靠上帝，毋是咱的头壳。上帝话是灵，上帝话是生命。上帝话是知识，毋是神学。我要甲恁讲，上帝话是灵，上帝话是生命。谦卑的人，真正伫上帝面前来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顶迄个救恩的人，伊要成做一个重新创造的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爱成做一个基督徒，毋通成做一个基督教徒。最后一点，咱毋通挖靠金钱较过头，挖靠上帝。毋通挖靠金钱较过头，挖靠上帝。有一位宣教师，伊伫菲律宾宣教，嘛来咱台湾宣教。因为伊伫即个伊讲菲律宾的信徒甲伊讲牧师啊，对阮菲律宾的信徒来讲有钱毋是问题啦无钱才是问题啦因为经济歹嘛阮就是需要趁钱嘛但是讲伫台湾的教会看去一样啥物？伊看去一样啥物？无钱毋是问题啦，有钱才是问题啦。无钱毋是问题，有钱才是问题这值得咱来思考。因为咱台湾经济发展，和台湾的教势拢真稳定，嘛，咱的信徒嘛生活较富裕。总是嘛，因为安尼，互一寡信徒因的目中、眼中，敢若看到啥物？看到马文啦，敢若看到金钱啦，定。因是物？金钱是因的上帝，袂记得上帝才是因的主。耶稣甲咱讲，毋通敬拜上帝，搁要敬拜马文嘛，所以咱常常是上帝嘛敬拜，然后但马文嘛加减拜，这是错误的。咱毋通挖靠金钱，较过头挖靠上帝。以前伫高雄我甚至南部咧工作的时候，我袂新来新人教会，伫后会城头的教会，迄个美国的宣教师对美国来高雄开拓这个教会，伊是外教派拄开始共租厝啦，租透天厝来做礼拜堂对这个宣教师真有眼光，伊知讲将来这个教会发展一定爱建堂啦若无建堂，这个教会永远共租厝这是无法展。所以就敢讲，伫高雄这个左营迄个所在，喇叭底的所在，即摆迄个高雄的这个小巨蛋迄个所在来买一个地到30年前，伊讲将来恁来买建堂这个地甲卖掉，这个钱恁就有够业来，互恁建堂后来宣教师就转去美国退休嘛结果咧，这教会真正愈来愈发展拢坐袂落去结果就开始咱来建堂咧所以就去找一个地伫这后尾城头一个较老地的所在，找一个地，然后开始要来建堂。因拢讲自信满满嘛阮迄个宣教师买迄个地甲卖掉来啥？来建堂足够有余啦有够够有剩，咱卖几若千万建堂迄阵钱较够嘛建堂差不多变偌济钱所以别咧教会拢爱去募款阮拢毋免真欢喜嘛伊卖这个钱卖地钱来建堂拢有够所以因挖靠伊的基金建堂基金，因无挖靠上帝结果当礼拜堂去甲粗批拢去好了后，你才发现代志大条这营造商竟然走路啦哇大海因付工程款，因付9成工程款，结果营造商走路大海咱讲一间礼拜堂干那顺利空，安尼敢袂看口中国讲的迄个烂尾楼啦人讲迄间是礼拜堂都是干那顺利空咧，起袂起来嘛迄敢有见证上帝，迄只互上帝名得着人的天手嘛所以后来牧师带这个中级会友经过信仰的反省，因才会知影讲为什么咱拄着这个代志，为什么上帝互我拄着这个代志？第一，因为因
挖靠金钱，甲回头挖靠上帝。因挖靠金钱，甲回头挖靠上帝。第一，因看现金比上帝较好，较要紧。因袂记因要起的100000人祈祷的殿，是见证上帝福音、上帝听的一个圣殿呢，毋是一个因的什么别墅啦吼，毋是一个豪宅啦吼，毋是一个高贵的名一个所在。所以后来知影讲，安尼咱什么得罪上帝？你得罪上帝，你做讲上帝无甲你祝福，你偌敖，你偌侪钱啊？到最后真正就伊咧咧吼，最后来真正牧师带头，即个中级会友跪伫土骹，甲上帝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免因，求上帝赦免因。伊知影讲即声大头代志大条嘛，都无钱啊，哦，存遮后壁佫开真侪钱啊，当边安怎？都爱挖靠上帝啊嘛，对无？所以就伫上帝面前祈祷忏悔，后来大家佫做伙为了建堂来奉献，无去募款，是讲有诶讲，即摆你油菜欠工吼，一个工爱3000箍，即个会友讲，我有时间，我就去斗油菜，斗摕即个油菜的即个物件，先做小工啦吼。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上帝甲因开路啦吼，慢慢，因甲即个礼拜堂起来。嘛啊，即个负责拢甲伊行掉，最后顺势伫上帝面前来完成献堂的即个圣工。所以，兄弟姊妹，这是高雄一个教会的一个新的一个见证。结尾来讲，伫圣殿的门口迄个摆开去食，伊的心中只有啥物？金甲银，对无？因为钱上好啦，吼，钱就人解决一切，吼，拢是彼得的心中。伊看见什么？伊看见耶稣基督。伊知影，只有耶稣基督，才会通互这个去食比钱更好的这个帮餐。你互伊好起来嘛，互伊免去做去食，互伊通啦，会通工作。所以，兄弟姊妹，因为这段圣经咧启示咱什么？咱有得到什么感动？咱毋知影，伫你的心中，你所看见的是什么？你的心中，你所看见什么是耶稣基督，是共款这个金钱，还是讲这股票、这房地产？伫你的心中，伫你的生命中啦，毋知你所挖靠的是什么？好，牧师讲一遍，毋知伫你的心中，你看到什么？毋知伫你的生命中，你挖靠什么？咱甲来祈祷，因为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还得到勉励甲帮助。主啊，阮是个卑微小可的人，阮常常真敬畏上帝，当一个即个例行的公事。阮常常只有用阮的头壳来敬拜，无用阮的心灵来归服你。你甲阮无气力，阮嘛无法度为你发光做水的见证。愿你赦免阮，主恳求你的灵伫阮的心中做工，也感动阮，启示阮。阮明白，阮只有会通信靠耶稣基督是不一定的救恩。互主耶稣基督行做阮生命的主，互上帝圣神伫阮的心中来掌权，阮才会通甲上帝相同行。阮才能离开黑暗，进入上帝所赏赐光明福音的道路。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拢会通对你的话得到帮助，互阮明白阮所应该挖靠是甚物。伊都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叫咱起立来唱会用的诗，新圣诗586首，见若有人互做苦楚。
谢。下面奉献由刘秀英执事甲陈建忠执事担任今日书记。伫报告台先，我想要请教有久久无咱教会聚会，迄也是第一届，来到阮教会，甲阮同齐聚会，拢无吼。咱兄弟编规周报第3页。伫报告台上，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则对我读2遍。本首金句：主题若毋是上主建造的人，就空空劳苦；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疼的人，伊予因好困。诗篇127篇第2节。来，主题若毋是上主建造的人，就空空劳苦；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疼的人，伊予因好困。诗篇127篇第2节。搁一解，出题若毋是上主建造的人，就空空劳苦；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
上主所疼的人，伊互因好困。诗篇127篇第2节。那本周的礼拜天书甲聚会表刊登伫咱周报第2甲第3页。其中本周聚会表的第2点甲拜2甲拜4健康促进会甲乐龄教室，中秋已经过啊吼，所以讲即仔所有的聚会拢恢复正常，特别甲兄弟敬正。咱编开周报第4页，教会公告，咱本会定伫2024年10月6号主日礼拜中要来举行临时会会，补选中集。咱补选中集的方式是采普选无提名，但着要补选的名额是长老补选4名，执事3名。咱有选举权的名额刊登伫咱周报第7页。请咱兄弟姊妹，准讲若有无登也是留登的，请兄弟小会会员欢迎。咱补选的办法会另外搁公告。小会公告第4点，咱圣歌队指挥赵祖慧老师伴奏谢婉梅老师，伫明年2025年，咱继续续聘1年。本会消息，第1点，今日主日是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圣经学院派李明准牧师代表请安报告甲主领礼拜，咱非常感谢牧师为咱来主领礼拜。咱后一个主日礼拜是邀请福兴教会王美淑牧师，将来咱本会主领礼拜甲讲道。第3点，礼拜后咱有爱餐。非常感谢主座长老为咱准备，参加咱邀请信实小组，来负责饭后的清洁。第4点，妇女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是赖秀珠，副会长是陈丽淑，委员是刘若雨、林惠美、马徐萱，原主祝福。第5，9月2号，下礼拜3祈祷会，咱伫祈祷会中会为仁爱小组、公益小组代祷，咱非常欢迎咱会内兄弟每一礼拜3若有时间，会使来参加祈祷会。第6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本周进度是耶利米书2章到8章3节。第7点，请咱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今日主日进前，将后一季服侍的论述表甲团契聚会表交行政干事，咱要来编排教会圣工分担表。第8点，有要定新眼光后一季新眼光读经本，甲教会公布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登记。第9点，行政干事姚安琪，伊的特休是对9月11甲24，伊定着伫后礼拜24号就会转来正常上班，这个期间是由杨韵琪姐妹代理伊的职务。那咱具体关怀什么？咱伫上后壁来代祷。周报第5页，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1点，青少年团契今日主日上午11点20，伫5楼副堂有聚会。第2点，双面团契今日主日礼拜
爱餐了后，伫11:40伫1楼副堂有聚会，主理是由王明仁会长，咱非常欢迎客友来参加。第2点是因双年团契10月2号有举办南部一日游，目前有38个人报名，请参加的兄弟当日7:20伫教会集合，7:30准时要来出发。咱跳到团契消息第6点，主日学10月6号下晡2点，因有要参加丰原鱼菜共生的一个农场，邀请农场志工，也是咱兄弟对鱼菜共生有兴趣的兄弟来报名。报名方式伫今仔伫1楼公布栏面顶来签名登记。其他事项咱请兄弟参阅周报第5点。周报第6页是刊登咱顶礼拜的奉献，总共有5点楼顶的部分，请兄弟财务部长来反映。我即邀请咱兄弟当心为着咱回来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的事工，也是咱所关心的事项。当心压头来祈祷。阮是天父愿意听人祈祷的阿爸爸，我们将阮所挂入的代志，用阮虔诚的心，透过阮的嘴，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有主你的帮助甲固守。阮教会伫10月6号的中级补选，望有法度照着阮所定着的名额来选出下着主旨意的长老甲执事，望主你答应感动阮回来兄弟，因为我都乐意为了热心来参加阮教会所有的事工，借着事工的奉献来感受主对阮的疼痛。我嘛感谢何振弟兄伫顶一礼拜。有捐赠80斤的白米，互阮教会。恳求主保守保证弟兄，祝福伊，为伊随时甲主三个伫地。台湾煞只为着陈国成牧师甲林怡娟牧师，因伫教营进前。的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天数，拢我了顺利来完成。阮定着伫10月1号要到中会来献聘，阮小会嘛特别派志雄长老来代表去献聘。阮牧师嘛伫10月2号就会正式搬去牧师馆。望有主你的鼓手，互阮所有的天使，无论是搬厝、教营，或者是煞只牧师对阮教会的安排计划等等，拢有得顺利来完成。阮定着伫12月要来举办第10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在中间。阮有协助爱搬厝、餐会举办、对外邀请、纪念品的采购，负责招待的、插花的等等的事务非常的多。
每一个事项我拢需要主你特别的顾守。当阮回来最近有真侪姊妹因有辛苦病痛，有的兄弟伊是伫厝里咧休养，有的兄弟是伫病院接受治疗。无论因是伫厝里，或者是病病，愿拢恳求主你甲因三角伫地，赐予阮有辛苦病痛的兄弟有一个平安的心，随时感谢主你甲伊三角伫地。阮将阮的事项交托伫主面前，恳求主的顾守甲看顾。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现在请咱兄弟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大声来唱出咱的歌声。咱脚步甲行出来吼，大声甲唱较大声咧。你唱歌大声，隔壁就对你唱大声吼。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再一摆，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咱煞接来唱尾变诗，新圣诗599首，无论伫什么时阵，上尾由牧师为咱来祝祷。咱同心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也领受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赞。我嘛感谢上帝，通过你的圣神的做工，互阮即个所在会通体会上帝你伫阮的心中的感动。愿你帮赞，阮会通将即个感动来成做行动。新的一礼拜，阮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你好引带阮，保守阮，互阮无论事农工商所做逐项，会通眼光上帝。你的人群，至三个领受你恩典的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至尊至权的圣手，恁通平平安安的去。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希望上帝真实无变，永远的听。圣神日日的相通，时时扶持，保守跟带，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倒，伫等下结束了后，咱才离开。